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2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7篇，箴言30章第1节到第9节，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11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面对试探。真侪人无爱讲试探，也是讲无介意拄着试探吼。甚至有个人讲基督徒有上帝的保守，哪会可能有试探呢？也有人讲迄个上帝袂互咱遮个军队者拄着试探，也是讲拄着即个凶恶啦另外一种的讲法，就亲像箴言30章阿基的囝阿古尼所讲的：上帝无甲我伫地，上帝无甲我伫地。我得袂着帮赞，我亲像精星，无亲像人，我无有人所有的即个智慧，我从来毋捌学着智慧，我对有关上帝的代志拢总毋知但是事实上，上帝的平安，并毋是亲像迄个咱咧讲酒矸仔内底的船仔。安尼会共款啦上帝的平安，毋是温室内的平安，毋是 greenhouse 的平安啦伫牧师上爱的经文诗篇23篇，大笔就是安尼讲，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山谷，我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用管安慰我，你用棍来保护我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王，大笔伊犹原会拄着人生的困境，会行过死荫的山谷，是因为有上帝的保守看顾，所以伊会当无有代志就连今仔日的经文所讲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囝，伫要准备出来传福音的时阵呢，伊拢会拄着试探，敢毋是安尼？何况是咱呢？咱遮基督徒，咱的人生本来就是拢有苦难，会拄着试探。重点是上帝的应允啦上帝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所以伊是甲人伫地保守看顾。如果啦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生若无苦难、无试探、无有危险，安尼咱就袂去讲着保护甲看顾，敢毋是安尼？所以咱要对耶稣所拄着的试探中间来看见几项代志啦第一点啦撒旦咧挑战上帝的权柄啦撒旦用3种的游戏来试探耶稣。撒旦甲耶稣讲，你既然是上帝的囝，命令这个石头变做面包啦。迄就是讲，咱看见，咱会当讲这个撒旦呢，伊挑战上帝的权柄嘛挑战这个人的软弱啦所以伊安尼讲上帝若是上帝是你的老爸，你是上帝的囝伊绝对袂互你夭着啦过来第二个，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囝，你着跳落去。因为圣经讲，上帝要为着你吩咐伊的天使，因要用手来甲你托住，互你的骹袂抵到伫石头顶悬来弄受伤撒旦挑战上帝的权柄，伊嘛来使人耶稣来成做伊的工具。伊讲你若跳落去你的老爸你的上帝一定会保护你啦。
基督徒千万毋通成做撒旦挑战上帝权柄的工具，戆戆就跳落去啊！其实亚当夏娃就是安尼，敢毋是？迄个撒旦迄个蛇就甲讲啊，你袂啦，你安尼食拢无代志啦，你甲跳落去就对啊啦，有影，因就当安尼跳去啊，好，第三个角度呢，撒旦是要来挑战，直接挑战，就是一种游戏。伊讲你若跪落来拜我，我就将这一切拢赏赐互你。尾仔耶稣就甲讲啊，撒旦走离开，替我后壁去圣经讲爱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来敬拜伊尔定这是直接挑战啦伊讲你若拜我我就赐福互你这挑战上帝的权柄，直接伫挑战我才是有权的，你要来对我无意思是讲，我无属于你的上帝，你的老爸呢？是毋是撒旦认为家己佫有权柄这是伫第一点的三项咱看见撒旦的挑战甲试探。第二个呢，上帝的话啦。当耶稣咧面对试探的时阵，伊拢是倚靠上帝的话，所以伊拢安尼讲圣经讲，人活地毋是单单靠食米是靠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佮另外讲圣经嘛讲，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第三摆耶稣直接就爱撒旦来离开啦。为什么？因为伊违背上帝的话嘛。耶稣基督就是安尼甲伊的门徒彼得讲嘛，撒旦退我后面去违背上帝的旨意第三个，咱看见伫试探的中间，上帝有差遣天使，上帝差遣使者来这个服侍耶稣。我会记咧细汉的时阵，阮兜是开美术社的，时常爱替人客来装订有人客图相片，教会人时常摕一幅图来。迄幅图就是一对真古水的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穿真水，但是要行过一个安尼破甲袂得破的迄个插头吊桥，看起足危险的但是边仔就有一位即个白色穿真清气圣洁的天使咧看顾来保守因啦所以基督徒真正爱家己甲上帝建立迄种真好的关系，爱读经，爱勤祈祷，就会明白上帝是看顾保守的上帝，时时允赐福的上帝。伫咱的软弱的时阵，咱着爱倚靠上帝的话来刚强。耶稣就是安尼咱会当祈求上帝的保守，带领咱来赢过济的试探，来帮助咱行过人生的死荫的山谷。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2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7篇，箴言第30章第1到第9节，马太福音第4章1到第11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面对试探。牧师听过很多人都说不喜欢有试探，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是上帝所祝福的，基督徒有上帝，怎么可能会有试探呢？甚至有人会说，上帝是不会给我们这些跟随者试探或是遇见凶恶。那主导文就是这样子写的，不是吗？另外有种说法，就如同箴言第30章雅基的儿子雅古尔所说的话，他说：上帝不与我同在，上帝不与我同在，我得不着帮助，我像畜类，不像人。
我没有所具有的智能，我从来没有学得智慧，我对有关上帝的事毫无所知。但事实上，基督徒的平安并不是酒瓶内的那一艘船啊，基督徒的平安也不是那种温室内的平安。牧师最喜欢的经文之一，诗篇23篇，大卫就这样说过，他说：纵使走过阴森山谷，我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用杖领我，用棍护我。上帝所亲选的以色列君王大卫，他仍然会遇见人生的困境，甚至走投无路啊。他走过死荫幽谷，他有灾害，但是呢，上帝的同在、保守、看顾是与他同在的。这是这个诗篇23篇他的信仰告白了哈。就连我们说的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在预备出来传福音之前呢，也都遇见了试探，何况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有苦难，我们会遇见试探，也会有一些人生的困境啊。重点在于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因为他应许我们说，上帝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是同在的，是与人同在，是保守看顾的。在耶稣遇见试探的记载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至少有几件事情，牧师要分3个大方向来谈了哈。那第一个，撒旦是在挑战上帝的权柄。撒旦用3个诱惑来试探耶稣。第一个，撒旦他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或许我们可以说，撒旦挑战了上帝的权柄，也挑战了人的基本需求，或是说直接攻击人的软弱。他说：上帝若可以，一定不会让他的儿子耶稣饿着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饿着了，你就不是上帝的儿子，或是说你所信的上帝不是你的上帝了。第二个，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因为圣经说，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住你，使你的脚不至于在石头上碰伤。撒旦挑战上帝的权柄，却怂恿耶稣成为他的工具。他说：你跳下去啊，反正你的父亲上帝一定会保护你的啊。基督徒啊，千万不要成为撒旦的挑战上帝权柄的工具，就傻傻的跳下去了。圣经有一对夫妻就这样子啊，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就是这样子受了诱惑啊。第3个角度，如果你跪下来拜我，我就把一切的给你，这是直接挑战权柄了啊，好像是在跟上帝比权柄这样子啊。那耶稣就这样回答，他说：撒旦走开！圣经说要拜主你的上帝，唯独敬奉他。直接挑战，你若拜我，我就赐福给你。撒旦的意思是说，我不输给上帝你的父亲啊，甚至撒旦认为自己更有权柄啊。我们可以在许多的现状、政治上面、集权上面可以看得到。那第2个角度是耶稣怎么样回应撒旦的挑战、试探，他用上帝的话。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都依靠上帝的话。他说：圣经说，人的生存不仅是靠食物，
而是靠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耶稣也这样说，可是圣经也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第三次，耶稣直接就要撒旦走开了，因为他所说的都是违背上帝的话语，或者说断章取义。耶稣基督当时候不正是这样对他的门徒彼得说吗？撒旦，退我后面去。第三个角度，我们看在这个试探里面所看到的，刚刚我们提到的撒旦说，跳下去吧，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啊。那天使真的来啦，上帝差遣使者来伺候耶稣。我们家以前是开美术社的，记得小时候常常需要帮家里来做这些事情，人家拿图片、相片来装框。那时常就看到教会的人拿一幅图画，就是画中有一对可爱的男女童，他们穿得非常可爱、非常漂亮，可是他们要跨过一座破烂不堪的木头吊桥，看起来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画的旁边有一位圣洁白亮的天使在旁边看顾保守的这一对可爱的孩子。根据耶稣基督的经验，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是需要跟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多读经啊，多祷告啊，我们就会明白上帝是看顾保守的上帝，我们不会误解他。上帝是施恩赐福的上帝，在我们人生软弱的地方时候，他可以让我们依靠，我们依靠他的话语来刚强，可以祈求上帝的保守，带领我们胜过撒旦的试探，走过人生的死荫幽谷。